国际想要紧来看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，明仔就要开幕，咱说又阁无受到邀请。今日咱卫福部行动团、国会团全体人员是拢穿台湾会当斗相共这领衫，和民团做伙去参加世界相关活动，和摊头赛回应咱加入世界诉求。不过，这摊头赛有关系未见回应。 海外台湾侨胞分数顶马真领是要向全球展示台湾参与世卫大会决心。世卫大会会伫27开幕，台湾已经连续第8年无受到邀请。民间团体礼拜透早就去到世卫建造活动的现场，要向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表达台湾的诉求。那么我们进入世卫势在必行，这个不会变，我们不会放弃。 留学生嘛去建造活动的舞台头前，甲主持人做伙大声喊台湾加入世卫。世卫秘书长谭德赛是穿蓝色建造的团服，真侪前甲民众互动。Can we? No pressure. Can we do it? Can we do it later? 台湾民团过头继续以示威甲论坛活动的方式，加深国际对台湾议题关注。估计有超过200个台湾侨胞，甲支持台湾的人士来参与。由卫福部长邱泰源带领的世卫行动团，甲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带领的立委指导团，组成台湾队加入建造的活动。所来几日天会甲各国的代表、随处国会成员，也有医疗卫生专家来做交流，争取国际支持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